Hello，大家好啊，又係我 Amy 啊。咁 Amy 上期咧就邀請咗我嘅業主許生啦，就分享咗佢喺點解要過嚟中山買樓啊。咁今期咧 Amy 咧就同大家介紹翻一個位於石岐區嘅一個新盤，因為好多嘅香港朋友仔啦，佢有問到我，Amy 啊，最近咧石岐區東區有冇新盤推出啊？咁依家嘅話咧，就同大家介紹翻呢個位於石岐區嘅。咁其實大家咧有冇嚟過石岐區同埋東區實地去考察過？嗱，咁就好多中介咧，佢話呢個樓盤咧係第四代住宅，咁其實咧係唔係嘅，佢都係普通嘅住宅咧，但係勝在咧佢係配套好成熟，關鍵在於佢位置好。咁我哋依家入去睇睇，嚟到我哋園林啦，大家睇到呢個園林係咪好靚啊？咁我哋呢個屋苑咧，佢係由12座組成嘅，分別咧佢有自帶會所啦，仲有我哋嘅游泳池啦。咁佢依家賣緊高層咧有3個尺數嘅，分別咧係1140尺，仲有一個咧係1323尺，仲有一個咧1500幾尺嘅。咁依家咧我哋就上去睇睇示範單位啦。哇，原來呢個 lift 咧係有空調嘅喎，好舒服啊！如果夏天嘅時候，睇咗我哋園林咧，大家覺得靚唔靚啊？咁呢度最筍嘅一間咧係總價total160萬左右，咁大家覺得咧值唔值？歡迎可以幫我點翻個 like 或者直接 WhatsApp 揾到我 Amy， 我帶你實地睇。咁我而家企喺呢個咧 size 係1140尺嘅，佢係一個飛機戶型，咁佢咧係做咗4個房，2個衛生間，右手邊係有2間房，咁左手邊咧亦有2間房。2梯3房，大家估下呢個戶型係幾多尺數？佢居然做到咗有5間房，仲有係3個衛生間，並且而且咧係南北對流嘅雙陽台喎。依家企喺呢個長方形位置咧，佢有95尺，係完全贈送俾大家嘅。如果大家感興趣嘅咧，可以聯絡翻我 Amy， 可以加我WhatsApp 啦，同埋我嘅掃我上方一個微信二維碼。可以揾到我，攞到更多一個詳細資料俾到大家。咁今期咧就介紹到呢度啦，下期我哋再見啦，拜拜。